來鄉親繼續來看苗栗的三義發生着喊鼓的車禍，一台公所外包的觀光巴士開入的市區是開這個 S 型的，結果剛弄到停在路邊的修理車。觀光巴士也是繼續開，最後是苗栗消防局的救護車對在後壁，對到一個路口，才把巴士砸落來。警方到場發現駕駛的酒測值高達7.44，妨用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。白色的巴士閃黃燈，佇咧路裡行，不過車哪開，山哪挖正平，甲停點路邊的修理車弄着，不過駕駛無停落來，原來繼續開，才結束任務要轉去的苗栗消防局救護車，看到巴士掉水的過程，就趕緊甲底，大約500公尺，佇咧路口等青紅燈的時，甲巴士擋落來，報警察。你有身體不舒服嗎？消防人員一個人甲駕駛關心，一個人甲警方說明狀況。員警我軍就發現駕駛規身軀酒味，那酒測的數字到7.44。依公共危險罪移送台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偵辦，另肇事逃逸部分也將依規定舉發。事發佇咧昨下晡3點多，這隻白色巴士是苗栗三義鄉公所外包的觀光巴士，負責假日來往三義鄉的景點。這個57歲單身駕駛，當日下晡3點幾車頭出發，駛大約350公尺就弄到修理車。修理車的車殼互弄甲破去，擋風玻璃嘛攏碎去。修理車繼續駛850公尺，佇咧路口互救護車擋落來，加在當時車頂攏無人客。會他對他進行酒測嗎？是有的，這司機呢是沒有班的，喝了酒把公司的車子開出來。鄉長李明忠講，初步了解，吊水司機當日無班，不過因為車輛是司機家己保管，當日是司機家己駛出來。若駕駛做偌久，進前敢有違規等詳細狀況，會通知承保的廠商來進一步調查。若警方嘛，甲單身駕駛用涉嫌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。你好，我是宋燕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